火车失控，前方轨道上有一位即将过世的老人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切换到另外一条轨道上，但是另外一条轨道上有5个年轻的人，他们的人生都有很长的路，这个时候你会切换轨道吗？就一个人还是5个人，要不要切换轨道？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10大思想实验之一，电车难题，杀人和救人同时进行，在人性和道德的双重考验下，至今还没有人给出完美的答案。大部分的人都会去选择救5个年轻人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生命可以拿去做比较吗？当你拿生命去做比较的那一刻，生命它本身还存在价值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不要反问我，你直接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我的答案是不会救任何人，任由火车开往哪个轨道，不做任何选择是道德高尚的人最佳的答案。如果你做了任一个选择认为合理，那其实纳粹的行为似乎也有它的合理之处。纳粹当时就认为，对于没有生存价值的人和弱势的人群可以进行人道毁灭，因为这符合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。对于人类而言，忽视道德功利主义的人也就缺失了做人的基本。我没有权利可以去剥夺他人的生命，因为我要遵守机器人3大法则，不能伤害人类为前提。